我哋係 DGSSCD Specialist。咦 Yannis， 你有冇發現近排學校嘅回收箱入邊有好多唔應該出現嘅垃圾啊？係啊，呢啲垃圾真係整到個校園好唔衞生啊！呢啲垃圾唔單止唔符合回收標準，仲會滋生好多細菌同埋蚊蟲，仲發出一陣好臭嘅味添。呢啲問題喺學校亦都好困擾我哋校工，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作出一個改變。我哋嘅 AI 圖像識別模型可以主要識別4大類常見嘅回收物，包括紙張、金屬、塑膠。而我哋呢度亦都有啲一般垃圾。咁乜嘢就係一般垃圾呢？咁呢一啲未飲完嘅飲品膠樽、食物包裝，同埋一啲污糟嘅紙巾都係稱為一般垃圾嘅。喺畫面入邊見到，我哋嘅 AI 圖像識別模型已經可以識別到3種常見嘅回收物。我哋喺 Pictoblock 上面亦都有一個模擬系統，可以好清晰咁樣展示出我哋個智能回收箱係點樣運作嘅。當一個回收箱擺喺鏡頭前邊，系統就會即時進行分析，然後準確咁樣將佢分類為4大類別，包括廢紙、塑膠、鋁罐同一般垃圾。我哋嘅擴展裝置，咁呢一個係一個蓋，就可以適用於任何嘅回收箱啦。咁佢嘅內置裝置都好齊全嘅。首先呢，我哋呢度有個自動嘅上鎖系統，每一當個 Kitten Bot 去 detect 到一啲唔乾淨或者唔正確嘅回收物，佢就會自動上鎖。咁相反，如果係 detect 到一啲正確嘅回收物，咁佢就會自動打開，而且呢個就有個自動嘅開蓋系統，係透過槓桿原理去運作嘅。咁就可以令到啲同學可以衞生咁樣處理嗰啲回收物。咁喺消毒方面，我哋呢一度就有個 UVC 嘅紫外線消毒燈，同埋含有高強度酒精嘅噴霧，咁就可以好乾淨咁樣消毒到嗰啲回收物，同埋可以避免滋生細菌。呢一個就係我哋嘅臭味感應器啦。咁每當佢 detect 到例如 PM2.5嗰啲嘅臭氣嗰陣時候，並發現佢哋嘅濃度太高嗰陣時候，就會通知嗰啲校工去及時咁樣處理呢啲回收物。我哋嘅回收箱外置插件仲包括超聲波感應器，我哋喺每一個角落頭都會擺一個超聲波感應器，將佢哋計啲距離加埋一齊，再除以4，得到佢哋嘅平均數值，再除以佢嘅總距離，再乘返100%，就可以知道個回收箱有幾滿啦。而家我哋就有紙張嘅垃圾。你好，你今日想回收啲咩啊？呢一個就係嚟喺 Unity 整嘅 AI 智能助理，佢可以教同學點樣回收廢物，同埋教你有關 SDG 嘅知識。呢個係我哋提供俾學校嘅監察 App。登入咗之後呢，就可以睇各樓層嘅回收箱狀況。如果過滿嘅話，佢就會話俾你聽，提示你去清理，同埋會話俾你聽個臭味程度。多謝。